婚姻未了，有一个饲中国毛蟹专家张永田，10多年前发展出一套生态养殖的方式，希望用天然的方法提供给消费者好食佮安全的海产。 台湾因为较烧热，到11月份，拢有中国毛蟹通食。未了有一个饲中国毛蟹专家周永田，最近无盈利交会，其实都开始伊嘛唔知影要安怎饲。我是2007年开始饲啦，早期有啦，足侪人缀我饲的，但是拢饲1年2年，结果3年就走，因为无好饲啊，饲袂起来。 有10几档的经验，周永田发展出一套生态养殖法。有地方让它能栖息躲藏，哦，若要脱壳的时候，你走去迄米咧脱，哦，较袂去同类食的。啊，我阁有迄个产销履历，那高海大帮我们做的。中国毛蟹一般拢认为是北部才有人伫饲，其实伫未了就有一位养殖专家，伊坚持生产健康，又一个中国毛蟹。